这拢人工的，拢手工的呢。嘿嘿嘿，哦啊，落去八纸。哦，啊，八纸吼嘛袂使八伤淡，啊伊控制哦拄好。伤淡哦，这个所在吼氧化足紧的。因为下报惊淡。啊，阮若八好吼，拢到3工。哦，啊，迄个较黄的迄啥你知？迄叫做桐胶。哦，即话迄，嘿啊，哦，你怎摕我看？虫啊，虫糖胶啊，糖啊，虫迄会使食哦，这会使食，迄食咧哦。迄产地在印度，嘿，迄会食，人咧做果酱。哎，这片着超食款的呢。哈，你食看卖你阿公讲会使食，讲讲会食一啦。我都无啥物味啊，迄会食咧啊。真正。人咧做果酱啊，要做果果就爱这啊。真好食，弟弟。真的哦，我就讲嘛。也是咧啊。讲看卖，一点仔甜甜的味。对。所以阿公，你讲你用这做啥物啊？哦，菜在食啦，因为迄个下部骨骨，啊，你爱有黏黏的才会调咧。啊，菜叶就是要做金纸。对。